根據《中阿含經》，佛陀成道之初，由於大家都知道佢證悟咗宇宙人生嘅真理，紛紛嚟皈依佢。唔少哲學家仲請問佛陀好多當時最流行嘅論題，例如呢個世界係點樣形成嘅呢？人最初係點開始嘅呢？世界係有限嘅，抑或係無限嘅呢？佛陀往往唔回答呢啲問題，使到一向愛好哲學思考嘅弟子摩羅迦苦惱不已。有一日，佢請問佛陀啦：世尊，如果你唔回答呢啲問題，我就唔能夠解除內心嘅疑惑。長住喺僧團裏邊冇乜意思嘅，不如我想還俗啦。佛陀微笑咁望住佢：摩羅迦，如果有一個人中咗毒箭，呢個時候佢嘅朋友趕快要去請醫生嚟，但係呢個受箭傷嘅人一面痛苦呻吟，一面感到事情發生得好奇怪，不斷咁提出問題問旁邊嘅人：呢支箭係邊個人發射嘅呢？邊一種箭呢？箭嘅形狀係點嘅呢？箭嘅毒係點嘅呢？呢支箭係從邊度射過嚟嘅呢？如果呢個受箭傷嘅人要堅持揾出呢啲問題嘅答案，先至肯接受治療，咁佢會喺未有答案之前早就毒發身亡噶啦。佛陀就話啦：摩羅迦，呢個世界係點樣形成？人最初係喺邊度嚟嘅？呢個世界係有限抑或係無限嘅？呢啲問題縱使揾到答案，仲係未能夠解決到呢個苦難嘅人生啊！佛陀繼續講啦：苦係世間嘅真相，造業就係苦嘅原因。要止息世間嘅苦，唯有消滅苦嘅原因，只有修行先至係解脫痛苦嘅途徑。佛陀呢段開示說明咗修行人要理解苦集滅道四聖諦嘅道理。人生嘅痛苦就好似喺路上射到自己嘅毒箭，唔好花時間沉溺喺無謂嘅議論，以免忽略咗生死大事。假如我哋太執着於形而上嘅哲理，就算浪費一生嘅時間，都未必會揾到答案嘅。自古以來，唔少所謂大哲學家喺呢啲問題上用咗畢生嘅精力，都揾唔到滿意嘅答案。正如呢個受毒箭所傷嘅人，應該立刻請醫生拔出毒箭，醫治傷口，唔應該花時間去尋求毒箭嘅形狀從何而來，因為呢一切嘅問題係與生死無關嘅。